首先係界面啦，先按繳費。入到去繳費版面，拉落去會見到醫療費用援助一站通，然之後就撳入去，然後揀選呢個經濟審查計算程式，跟住係本人以閱讀位置按剔，然後撳確定使用，之後按下一步，去到填寫收入呢一版，呢度就輸入返申請人各項嘅每月收入。同埋可以新增其他核心家庭成員。新制度下，其實主要都係加返伴侶就可以。然後輸入返伴侶嘅收入，之後按下一步。呢一版就俾你哋輸入返各樣資產價值。再按下一步，咁樣就會得出初步審查結果，知道自己合唔合資格申請啦。